安南区公所延续安南旧站湾的系列，邀请文化作家张훈수所举办的系列讲堂，今年已经举办过4场。嘛，因为热烈的回响，8月1号公所经加码刷到台南大安东百货，以台南bản島文化为主题，扩大邀请4位总鋪師甲代表，要大家一面聽文化故事，一面品嘗總鋪師手路菜。除了安南區最重要一寡，迄個用沙白魚啦、紅腸頭啦，還是一寡講迄個係迄個相關的一寡海鮮的一寡食材以外那有做這一款我們台南各區的一些食材，那希望講把我們台南的這個辦桌文化推展給更多人知道。我們希望能夠跨區辦理，然後借由百貨公司的人潮，讓更多人能夠了解我們安南區的實力的所有的美食。活動現場所有菜色都要食香味雜招，馬龍充分運用安南區的農特產，邀請民眾拍開五感，做伙建立台灣人熟悉佮懷念的在地bản島味。有咱海邊的遮特色的物件，嘛有山頂的滋味，呈現這個較特殊的，嘛有一個團結意義。咱用咱的紅腸頭，用咱的板仔油咱的在地的迄個豬仔的板仔油來煸油出來了，用咱的紅腸頭來切了了來酥這個油飯。咱傳承的觀念就是講家己買食的零件咱就是袂當互人客食，所以伊就是足堅持零件內底就是攏愛用現青的蝦落去包製。鳳梨是我們用我們關廟的農產品。然後蝦子也是我們安南區養殖的，那額外也是台南的，所以今天要結合這個東西，全部都是咱在地。系列講堂愈辦愈熱烈，市長夫人嘛專工來見證，親自感受安南就站完，就對美食拍頭陣，進一步認識bản島的總鋪師甲文化故事。最重要的是，透過好吃的東西人講用你的舌尖來熟悉咱的安南區，用舌尖來了解咱安南區的文化，尤其是bản島的文化。系列講堂不管敢是喝酒甜紅茶，公所用心甲創意一路行來，正希望觀光客來台南，麥當將安南區成為第一選擇，拍開安南觀光旅遊的知名度。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